今年咧學校新增咗有競技角喎，就係呢一度啦。咁到底競技角有啲咩玩咧？不如我帶大家一齊睇下啦。競技角入面有嘅運動包括跳繩、立定跳遠、高抬腿、開合跳、深蹲、縱跳摸高、左右跳。揾咗一班精英過嚟，一齊挑戰呢個體能競步啊！好，如果咧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睇下第一個任務要做乜嘢先。呢一個挑戰係一個合作嘅關卡，5個挑戰者需要喺30秒之內，佢哋嘅跳繩總次數需要合共超過300下，咁就為之挑戰成功㗎啦。我仔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好，咁你就舉手開始啦！預備開始。而另一個挑戰就係默契嘅大考驗，3個人需要縱跳摸高，而佢哋嘅成績需要一致落在230至239 cm 之間。當3個人嘅成績都一致落在同樣嘅範圍入邊，咁就為之挑戰成功㗎啦。你哋做唔做到啊？做到就嘗試下啦喎！好，第一次嘅挑戰，你哋有3次嘅機會嘅。好，預備，第一次，可以開始啦！3、2、1，跳！3、2、1，跳！最後呢一個係一個個人嘅大挑戰，5個人呢需要喺30秒入面進行高抬腿，次數最高嘅人呢就為之勝出㗎啦。另外嚟加你哋嘅紀錄，最高係155喎，好俾掌聲㗎啦！啊，呢個係我哋學校最高嘅紀錄啦！呢度咧，同學仔都可以挑戰下呢個紀錄啦。好，頭先咧我就挑戰咗3個體能嘅小遊戲啦，運動員們好唔好玩啊？好啊！好，我哋嘅挑戰啊，我哋做得好好喎！好，咧3個嘅體能挑戰咧就已經喺呢一度啦。我諗同學仔喺練習嘅時候咧，都可以過嚟挑戰啦，可以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挑戰到呢班運動員嘅紀錄喎。好，呢個時間就差唔多結束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